宣调，万军的妖花，你徛起的所在，这呢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妖花的电源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以色列啊，你着望妖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或者请咱陪伴好咱的心。咱要做一三角来祈祷。全能慈悲的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俄罗你，今日阮来到你的神宝座前，阮但先要谦卑来承认，阮拢是有罪的这个本性，阮真容易陷入伫这个罪恶中间，阮嘛面大来行好。阮有了真侪软弱的所在，独独你知影阮是有罪的一群人，阮常常离开你的真道，嘛浪费着你的这个恩赐，并且也袂记你是主爱的老爸。做一主啊，恳求你来怜悯阮，消灭阮一切这过犯。并来洗清阮一切这罪恶，恳求你，予阮伫你的光明中来活，通安然行伫你的道路的顶悬。但今日阮要继续为着俄罗斯甲乌克兰这战争来祈祷，
当晚看到一位少年家啊，这个乌克兰的兵啊，透过伊的手机，甲伊的父母来三时时阵所讲的话，伊讲爸爸妈妈，我实在真疼你，讲煞就断煞。这个少年家啊，也为国来牺牲，来献上伫伊的身躯咯。当我看到这个视频，我的心肝是非常的不甘，非常的迫迫艰苦。因为战争是何等的残忍，我相信这个老爸老母一定是这个肉肠寸断了。当我搁看到另外一个视频，当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斗机，加加冲过人民的这个厝体，来发射这个飞弹，射击这个房屋，这个震撼的迄点，内面搁掺杂着这个囡仔惊吓的这个啼哭声。我看到这个是阮的心肝啊，亲像在滴血。台湾也要搁为着美国甲台湾来祈祷。因为世界不断的这个动乱中，深深惊吓，恐惊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争，而引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湾这个侵犯，恳求天父上帝来保护着台湾的这个安全，也除掉这个极权主义迄款恶霸的这个野心，为人维持着两岸的这个和平。互百姓会通安居乐业。哦，主啊，你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恳求你施落怜悯，使我大地有这个清洁的环境，或者病毒这个阴霾真紧就来离开阮，互全世界会通恢复过去迄种健康，有5万一个地球村。愿望上帝保守，互正百姓有这个悔改的这个心，恳求上帝医治阮所徛起的土地，互大家拢有当安居乐业。台湾今仔日要搁一摆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宣告，来洁净阮，来保护阮。互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愿望。那今仔日，阮搁一摆透过 YouTube、网络礼拜以及这个实体聚会，来敬拜俄罗斯，恳求主日的黎明馆，和今仔日所有参与礼拜的兄弟姊妹，做用着信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我每一个人拢诚做上帝要赐福管道，现在恳求主你，先来清起罗卜的嘴，圣神也来感受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8节。第1节，上主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甲你祝福，互你的名做大，你嘛会互人得到福气。
祝福你的话为祝福予因，咒诅你的我会甲伊责罚。地上万族会因为你来得到福气。亚伯兰照上主吩咐的话就去，罗得嘛甲伊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75岁。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甲伊的侄仔罗得，以及因伫哈兰所积蓄的财物，甲所得到的人业，因就出去，要去迦南地。因就来到迦南地。亚伯兰经过迄个地遐，到伫示剑的所在，来到摩利的上丘。迄时迦南族要住伫遐。上主对亚伯兰讲：“我会甲即个所在赏赐互你的子孙。”伊就伫遐，为着伊对伊出现的上主起一座坛。伊对遐刷到逼着离东边的山，伫遐搭布棚。西边是逼着离，东边是爱城。伊伫遐为着上主起一座坛，求叫上主的名。这是上帝的话，今仔读甲听遐有言，各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有路，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伫你宝座前，我笑脸你温柔，我的心无路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笑脸你温柔，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伫你宝座前，我笑脸你温柔，我的心无路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笑脸你温柔，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伫你宝座前，
我想念你，阮连我的心路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想念你，恩典我的主，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想念你，恩典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伫你宝座前，我想念你，我的心路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想念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伫你宝座前，我想念你，我的心路敬拜你。想念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伫你宝座前，我想念你，我的心路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我想念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宝座前，我想念你，我的主，我要敬拜你。
我想念你温暖，我的心无如今摆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宝座前，我想念你温暖，我的主，我未敬拜你。我的主，我未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你的宝座前，我想念你温暖，我的心无如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我想念你温暖，我的主，我未敬拜你。我的主，我未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你的宝座前，我想念你温暖，我的心无如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我想念你温暖，我的主，我未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宝座前，我想念你温暖，我的主，我未敬拜你。我的主，我未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你的宝座前，我想念你温暖，我的心无如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你的宝座前，我想念你温暖，我的主，我未敬拜你，我的主，我未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你，你的宝座前，我想念你温暖。我的心无如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宝座前，我想念你温暖，我的主，我未敬拜你。
我袂紧摆你，我的心深深听着伊，伊无做情，我少了你，我的心无路紧摆你，你是我心灵的援助，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伊无做情，我少了你，我的主，我袂紧摆你，你是我心灵的援助，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无做情，我少了你，我的主，我袂紧摆你。各位乡亲、士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上帝赐福这个土地，是先对这个家庭祈祷的制度来开始，所以魔鬼撒旦要破坏上帝转化这个工作，也是对这个破坏家庭来着手。甚至整个家庭的制度，甲这个结果来做破坏的开始。对摩西时代的这个法老王，到主要所写的这个希王，一直到这个世代这个台湾，所面对着这种种的挑战，拢是甲家庭这个结果，和对着来饕餮、来杀害、毁坏，拢总有关系。所以，当上帝这个亚伯拉罕显现的时，真清楚，甲亚伯拉罕讲，伊的命运会命定。上帝讲，我拣选你，我要赐福你。这个命定真清楚。讲到上帝这个选择，单单是亚伯拉罕这个身躯顶定，而且还有一个真重要目的。就是要互这个地面上万族，拢因为伊来得到福气。那么上帝这个永恒这个心意，是要赐福地面上这个万国万民。所以伊会对这个选择家庭来开始，也就是讲上帝要先对赐福亚伯拉罕的家庭来开始，透过这个家庭，要将这个祝福带予更较多这个家庭，更较多这个民族，更较多这个国家。这就是上帝伫地面上展开国度的这个计划甲伊的方式。所以上帝伫家庭的内面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扩展进入到这个社区内面，到都市的内面。所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伫家庭内面的这个破碎，嘛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甲一个城市的。那么伫家庭内面要做啥物？互上帝赐福通临到这个家庭呢，并透过家庭临到的这个万国万邦呢。伫这个创世纪12章第1节甲第9节，互咱看到起端献祭是亚伯拉罕一生的这个生活方式。无论伊遐倒落，每当伊在大报名的时，就得先起祭坛。无论伊到倒落，一个安顿落来，就马上起坛来献祭。所以上帝的原则，照着敬拜这个物质界，甲通甲这个灵界来相结连，并且来得到这个灵界的快乐，就是亲像咱伫聚会中间，也是伫祈祷的时，咱拢会通感受到上帝同在。所以这个原则，唔单单是属上帝的人会安尼做哦。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嘛知影这个属灵的原则，因共款会用这个原则
来建立因的这个祭坛，来献上因的这个祭物，来去呼求因的神明。因拜这个神明是即阵偶像背后这个灵界这个力量。所以当人伫敬拜偶像的时，因嘛拍开因所在这个环境背后这个黑暗势力来进入到因的这个所在。这是为什么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伊知影上帝将这个土地已经赏赐给伊，总是迦南有7族，还阁占满伫这个所在。所以每一摆伊停落来呼求上帝，当时伊也必须爱献上家己来宣告上帝已经赐予伊迦南地有这个拥有权。才借着这个起坛献祭，伊来拍回这个土地，邀请上帝同在的这个降临。拄咧认为上帝赐福这个土地，是先对家庭祈祷的祭坛开始。所以魔鬼撒旦若要破坏这个上帝转化的工作，也是对这个破坏家庭的制度甲结果来开始。对早前摩西时代法老王，到最后所时代希律王，一直到这个时代的这个台湾所面对这个种种的挑战，拢是家庭的结果，和对敌的饕餮、杀害、毁坏有关系。那么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唔单单是只有这个低出生率、高离婚率，个无结婚的主义、同性恋等等这问题，搁较着爱面对这个校园内面性别平等教育中的这个多元性，以及多元化这个家庭的现状。那么这个言论非常的严重，伊伫混淆儿童性别的认知，已经将父母、夫妻、兄弟姊妹关系拢总甲伊摕掉，所以最后就致使到台湾即阵的社会乱象一直在出现。这个就是出伫即个对敌的阻碍，也是魔鬼撒旦要破坏家庭祈祷的制度的计谋。因为一旦家庭若受震动，上帝赐福也无搁再临到了。那么上帝赐福无搁再临到的是教会地基伊原会震动。所以身为基督徒的你甲我，唔单单着爱甲即个社会势力来拍一场战争，咱搁较爱坚守咱的家庭的制度，为着属灵空气的更新，继续来祈祷。一个家庭的制度应该是一个真简单的动作尔点嘛，总是为什么要煞接，却是遐尼困难的呢？因为这是一场这个属灵的战争。上帝要透过家庭赐福万国万民，总是魔鬼撒旦却是要破坏家庭，阻碍上帝赐福。那么魔鬼会安怎样做呢？就是去阻碍咱的这个家庭的制度。咱的最后说，捌甲咱讲，2、3人同心祈祷的困难是何等的大。那么最容易找到2、3人的所在，就是咱的厝嘛。伊伫厝内的成员拢会倒转来厝，拢会当做伙组织做伙。伫这个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19节有提起，当这个雅各伫逃走的时，伊并无特别想要去敲找上帝的帮助，伊甲伊阿公、甲伊老爸拢无共款哦。伊对上帝嘛无特别的这个兴趣，伊毋知影要安怎来敬畏上帝。来到旷野夜色就倒咧困，总是伫伊咧困的时阵就做了迷茫。伊看到楼梯徛伫这个地面上，楼梯头拄着天。有上帝使者上去落来，上帝亲自伫梦中向伊来显现，将伊的命定甲呼召真清楚向伊来这个显明，
这并毋是雅各主动去敲锤上帝面，乃是上帝主动来敲锤伊的。为什么雅各有这款的经历呢？伫雅各来到伯特利的100年前，伊的阿公阿伯拉罕已经为着迄个土地付上这个代价咯。才着伊伫迄个土地为着上帝来建立这个起这个祭坛。阿伯拉罕已经拍破那个亚坎迄个土地黑暗的势力，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迄个所在因着阿伯拉罕伫遐来建立这个祭坛，呼求耶和华的名，迄个土地就叫做上帝同在的所在。第一项，亚坎大地黑暗，拢总被刷开。那么咱台湾西海岸的这个基督徒比率真高真低，因为整个马祖的水景，最主要的是伫这个西海岸，这个西景的敬拜，围带着一个真深的这个黑白势力，所以福音真困难伫遐来传开。这个就是起这段献祭变到遮尔重要的原因，因为伫咱的这段顶面呼求耶和华的时阵，黑暗的势力会被刷开，人的心脉被拍开，人的目睭会当看见，咱的耳孔嘛会当听见，咱的厝嘛会当得到保守，无受到对着魔鬼的这个破坏。独独只有这个起坛献祭，才会当互咱的厝内的成员，心里通得到变化更新，改变生命。独独只有起这段献祭，才会当互咱厝内囡仔有这个真正这个价值观念，袂甲这个对着这个世俗的错误的观念来起舞、来跳舞，也无受到黑暗势力的这个思想来牵制，搁较袂当这个压力的下面失去这个判断力。所以，亲爱的兄弟，如果你若是第一代基督徒，你一定都要有这个家庭的祭坛。当你若忠心起祭坛的时，你会发觉到亚坎伫恁厝内这个空中的黑暗被刷开，你的厝内会成做一个拍开的天。所以，真侪咱所听的厝内的人，犹原伫拜偶像敬拜内面，当因伫拜偶像的时阵，会起因着背后这个邪灵有一个合法的管理，通进入伫恁兜的这个空中，来影响到恁的家庭。我来举一个例吼，伫咱台湾基督徒的比率，现在是差不多5%左右尔定。伫台北市的基督徒的比率已经超过10%，总是伫台湾的西海岸基督徒的比率确实真低真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祖水景最主要是伫这个西海岸，所以伫西景的时阵，伫迄个所在带落一个真深的黑暗势力，所以福音非常真困难伫遐传开。兼在你的厝内人拢已经是信主了，你犹原需要来起祭坛来献祭，因为伫你的家庭无伫这个黑暗伫遮坎的下面。毋过呢，有偌济这个执政者、掌权者，带着咱的这个社区，带着咱的都市，甚至咱的国家，伫这个黑暗的遮坎下面，透过主流的媒体、价值观，透过这个同齐，伫不知不觉的中间来影响到你的家庭。伫圣经内底嘛有一个例，所以当这个路德渐渐紧靠近索多玛。最后咱挡袂住，咱搬入去住，就是安尼斯路德迄个亲像，毋是歹人，伊嘛毋是一个罪人，可能是一个真热心听主的基督徒，伊嘛遵照上帝的教示来教示伊的查某囝的。所以咱看到伫索多玛、蛾摩拉的即款的这个淫乱的文化内面。伊的查某囝还佫会当守调因的身躯的清气，保守伫清洁的内面，总是
罗德甲亚伯拉罕上大的差别，就是亚伯拉罕伊会晓起这段来献祭，都是伫圣经内底却无记载伫罗德的起这段来献祭。这那就是真单纯的差别，不过呢，却带出真大的这个影响。当上帝的使者要拯救因离开迄个所在，因的心思意念还阁留伫这个所多玛国俄摩兰呢。罗德的某伫逃走的时阵，会挡袂牢，回头看，就变做一支盐条。这代表伊的心还阁属伫迄个所在。罗德的两个查某囝，外表看起来无多，毋过当因逃入这个逃走出来了后，因却有一个荒谬的这个想法，一个真奇怪的想法。和老爸啉酒，啉到醉蒙蒙，然后甲老爸来发生关系。做因为伫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内面，伫一个保守家己的生母清洁的查某囡仔，伫中间有即款的这个戆戆的想法呢。哦，这就是所多玛甲俄摩拉的这价值观，所以外表上无什么可能任何的改变，看袂出因有任何这个讨厌，毋过伫伊的思想内面，早就已经讨厌了。所以当咱伫回应上帝呼召，咱伫咱的家庭内面来起这段的时阵，咱的厝就要经历到这个拍开的天，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会发生伫咱的厝内。圣经讲到这个雅各看到天使伫楼梯顶涨起落来，意思就是甲咱讲天使通开始有着咱的效力，带入上帝工作。所以遐个无认捌上帝的人，为了上帝听来甲伊蒙着，上帝为对天顶对遐个无认捌伊的人来讲话。更较重要就是，因通感受到上帝同在，嘛会当听到上帝伫因心中讲的话，通看到上帝伫因身躯顶这个作为。所以当我若掀起一个祭坛，咱兜的天门就要为着你甲我来拍开，毋是安尼尔定，就是甚至离开世间一年，你所留落来这个遗产，也是讲后事，上帝依然会尊荣伊。就雅各即款一个对上帝无关心的人，因着伊的祖先亚伯拉罕伫伯特利遐来起这坛，就是随讲经过100年以后，伯特利依然会通对雅各来拍开这个天门。所以咱今仔日到底是咧做啥？就是要互咱的子孙的子孙继续会通享受到这个上帝恩典。阿们。回应西瓜，伊要互伊食。今仔日讲题的主题就是建立这个家庭的祭坛，所以咱要用这首伊要互伊食来做回应西瓜。歌词是安尼讲：出的男是由我起造的，起造伊的人就空着我；生殖男是由我固守，就固守的人空敬惜。我会将我一切交托全能的这个爸，创造奇妙的上帝，伊掌权，伊最王对当到永远。我过伊个，伊要互伊食。我会将我一切交托互全能的爸，创造奇妙的上帝，伊掌权到永远。我过伊个，伊要互伊食。所以咱要安怎来建立这个家庭的祭坛？咱依然，咱的厝内，都要伫耶和华所起造的，安尼才会空着我。阿免。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着我，生
啥你若不是耶和华歌手，唱歌手的人空空经手。厝底若不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破。啥地若不是耶和华歌手，唱歌手的人空空经手。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父，创造奇妙的上帝。伊掌管伊做王，对大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厝底若不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破。啥地若不是耶和华歌手，唱歌手的人空空经手。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父，创造奇妙的上帝。伊掌管伊做王，对大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父，创造奇妙的上帝。伊掌管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伊掌管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厝底若不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破。啥地若不是耶和华歌手，唱歌手的人空空经手。厝底若不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破。啥地若不是耶和华歌手，唱歌手的人空空经手。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父，创造奇妙的上帝。伊掌管伊做王，对大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厝底若不是耶和华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破。啥地若不是耶和华歌手，唱歌手的人空空经手。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父，创造奇妙的上帝。伊掌管伊做王，对大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父，创造奇妙的上帝。伊掌管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食。伊掌管到永远。我可以的伊要予伊
兄弟若不是也好花果树，酒果树的人空空经受。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当作奇妙的上帝。伊将权伊做王，对大高耶王，我可以的预备予伊吃。厝底若不是也好花起厝，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跋。兄弟若不是也好花果树，酒果树的人空空经受。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创作奇妙的上帝。伊将权伊做王，对大高耶王，我可以的预备予伊吃。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创作奇妙的上帝。伊将权交予我，我可以的预备予伊吃。伊将权交予我，我可以的预备予伊吃。厝底若不是也好花起厝，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跋。兄弟若不是也好花果树，酒果树的人空空经受。厝底若不是也好花起厝，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跋。兄弟若不是也好花果树，酒果树的人空空经受。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当作奇妙的上帝。伊将权伊做王，对大高耶王，我可以的预备予伊吃。厝底若不是也好花起厝，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跋。兄弟若不是也好花果树，酒果树的人空空经受。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创作奇妙的上帝。伊将权伊做王，对大高耶王，我可以的预备予伊吃。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创作奇妙的上帝。伊将权交予我，我可以的预备予伊吃。伊将权交予我，我可以的预备予伊吃。
啥你若不是也好我高手，手高手的人空空经手。厝底若不是也好我去做，去做伊的人手空空着我。啥你若不是也好我高手。手高手的人空空经手，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当作奇妙的上帝。伊掌管伊做王，对大高愿望，我可以的伊要予伊吃。厝底若不是也好我去做，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破。啥你若不是也好我高手，就高手的人空空经手。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创作奇妙的上帝，伊掌管伊做王，对大高愿望，我可以的伊要予伊吃。我要将我一切交托予全能的爸，创作奇妙的上帝，伊掌管。高愿望，我可以的伊要予伊吃，伊将我高愿望，我可以的伊要予伊吃。这让咱当心暗老三角的祈祷。亲阿爸爸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我对圣经创世纪12章第10个第8节安怎来思想，要安怎来建立一个家庭的制度。对今日的这个事实中间，互阮知影，当阮回应上帝呼召。伫阮厝内来起制度献祭的时阵，阮的厝内就会经历到被拍开的这个天，所以超自然的新热甲技术拢会发生的。圣经讲到雅各看到天使伫楼梯顶涨起落来的意思，就是讲天使开始要为着阮来效劳，到了上帝这个工作。所以遐无入捌上帝的人，嘛会互上帝听去罔着。上帝会对天顶、对遐毋捌伊的人来讲话。搁较重要就是，因为通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嘛会当听到上帝伫因的心中讲话，嘛会当看到上帝伫因的心中的这个作为。所以当你我掀起一座这个家庭的制度，咱这个天门，毋是干那对你甲我来拍开尔尔，就是离开世间这个年，你我所留落来的这个遗产，也是后事。上帝有缘会尊荣伊，就像雅各即款，一个对上帝拢无关心的人，因着伊的祖先亚伯拉罕，伫伯特利遐来起制度，就是经过100年以后，伯特利有缘对雅各来拍开这个天门。虽然今仔日，也拄拄你所做，就是互咱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
拢会当享受这个恩典。多谢阿爸爸上帝赐了这么宝贵的话语，互阮会当做伙来建立这个家庭的祭坛。但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免。这条阿赖桑牧师要甲恁祝福，愿天父上帝做下甲怜悯，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见做面迄日，奉父子圣神的名，阿免。亲爱的兄弟姊妹，今日这个实体的礼拜以及网络的礼拜，到这就过一段落。咱们后回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的空中来相见面，愿天父上帝保护，赐福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家己行随来归遍上帝，着家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欢福饮求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唤你。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家己行随来归遍上帝，着家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团福饮求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地欢喜的名唤你。